有機會 sell 到啲歐洲啊嗰啲美國嗰啲咧，你掟條片俾佢睇，哇！咩奧運都要做代言人，咩嚟嘅呢部嘢咁樣啊？咁你可以去多啲了解呢件事。OK， 好啦。咁另外咧就鄧麗娟咧係一個世界級嘅攀石選手啦。咁佢咧都係做咗 Only Life 嘅咩啊代言人嘅喎。咁佢係中國區近排嘅比較出名嘅一個嘅攀石嘅選手啦。咁甚至乎除咗呢個攀石選手之外咧，我哋啱啱端午節咧，亦都揾咗10位金牌選手，中國區嘅唔同項目嘅金牌選手咧，都去做咗 Only Life 嘅代言人嘅，去為 Only Life 去講説話。嗱，你諗下點解咁多運動員都要甚至乎係中國區運動員啊，金牌選手都要去咩啊代言 Only Life 咧？究竟有咩大事喺後邊準備發生咧？係咪？好揾唔揾中國喎？係咪先？你諗清楚喎，11個金牌選手嘅 total 啊嘛。咁所以呢件係一件大事嘅嚇。因為咧呢間本身都真係一間全球世界級嘅公司。咁而咧佢點啊？佢基本上係我哋公司其實係一間新加坡公司啦嚇。我哋廈門咧有總部啦。呢個咧係屬於我哋叫做中國區嘅總部。OK。咁而我哋直情買咗呢個嘅頂峰財富中心嘅29樓咧，全層咁樣去做嘅。咁而咧另外咧泰國啦、馬來西亞、印尼同埋香港咧都會有分公司，咁我哋香港其實3月先開幕嘅啫。咁所以其實而家都係叫做啱啱開始做冇耐嘅啫。OK。咁另外咧即將落地國家，譬如台灣啦，嗱台灣咧係個 office 裝修收好，但係未正式落地啊，明唔明啊？都20幾萬人啦，台灣已經。好誇張啊！成件事 OK。另外美國啦，美國咧我哋東岸西岸都已經有東岸西岸已經有倉啦，已經係可以咧隨時可以運貨啦。大約係10至14個工作天嘅，例如基本寄貨時間啦。咁啊，另外日本啦、韓國啦、越南啦、巴西啦、英國啦，都相繼會準備落地嘅。咁呢就咧我哋未來可以做嘅分公司嘅一啲地方啦。咁但係咧。就算未落地都好，其實我哋已經可以運貨啦，已經可以咩咧？甚至乎有啲人咧，如果需要出獎金嘅話咧，都可以有方法嘅做到嘅。OK， 咁所以非常簡單嘅一件事。OK， 咁有冇人去過新加坡總部？新加坡嘅總部 OK， 有啲人去過啦。OK， 嗱咁我哋未去過咧，咁我哋好簡單做個 tour 先。OK， 咁你邊上去轉咗就有個試機區啦。OK， 咁啊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咧，去俾大家咧。佢點啊？傾下嘢啊！順便用下電腦啊咁啦。OK。咁啊呢邊咧就有個嘅 function room 咧，可以坐20零30人嘅呢個位。呢邊就公司用嘅。OK。咁佢轉咗嚟呢邊之後咧，就呢個又影相啦、影相區啦，好多世界各地嘅人可以過嚟影相啦。咁呢邊就係 pantry 啦，咁啊可以斟水啦。見到喺度啊？我喺度啦。OK。見到光頭佬嘅。OK。咁啊另外啦，仲有就係有一啲嘅專利牆啦，所以公司唔同嘅專利都擺到啦。OK。鋪出嚟啊！咁裏面咧就係一個咧可以坐到150人嘅會議室嘅，咁呢度咁啱咧，我哋就係啱咧，我哋自己團隊啦，即係我 A 區同 P 區嘅團隊咧，一共有150人咧就去到新加坡去參觀嘅咁啦。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盛事嚟，即係都3個月前差唔多。呢個係講緊係3月28號啊！呢個係咁咯。咁當然啦，另外我哋頂峰財富中心即係廈門啦，我哋就喺頂峰財富中心嘅29樓買咗全層。1500萬裝修，哇！佢心諗，哇！使唔使1500萬裝修咁誇張啊？係咪？你諗下，而家喺珠海啊，唔同地方你買層樓都唔使1500萬啦，係咪先？但係佢用1500萬裝修啫喎，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佢係揾咗 Apple Store 嘅設計師去幫手咧，去裝修今次呢個廈門嘅總部嘅呢個 showroom。咁全層當中咧，一半咧就係公司用嘅，另一半咧就係俾一啲嘅。會員啊、分銷商啊等等各方面咧去參觀啦，咁我哋又去睇睇啦。出啲之後咧轉左咧就呢邊，轉右就呢邊啦。咁跟住你會見到又係一啲好多唔同嘅證書嘅專利就貼晒喺度啦。OK， 咁而咧另外就係一個大嘅 LED 喎，哇！跟住一望去，哇！成個小米啊、蘋果啊咁嘅 showroom 嘅。OK， 咁另外咧當然咧就係佢哋好中意 iMac 嘅，嘅老闆咧中意 iMac，呢兩隻 iMac 咧係限量版。好啦，咁另外咧呢個咧就係一個試機區啦，29樓空中試機區幾爽啊，係咪？另外啦，呢度咧就係試眼機嘅專係，呢個位專係試眼機嘅。咁啊，另外就係入邊咧會有個 room 啦，係可以大約坐20、30個啦。OK， 咁另外呢邊咧就咧可以坐100人嘅學習嘅會議室，主要咧其實我哋有時會搞啲 tour 啦。
即係遊學團啦。OK， 我哋搞啲遊學團去廈門咧，佢得閒就會去廈門呢度去分公司去學下嘢啊，影下相。話俾你知，逢親去親廈門嘅都爆數，好神奇嘅。OK， 有冇人去過廈門分公司總公司？係咪？嗱，去過嘅話咧，真係要下次繼續帶人去。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就係4個人啦，第二次去嘅時候就5個人啦，第三次去嘅時候就50個人啦，第四次去嘅時候就100個人啦，知唔知啊？咁樣不斷倍增嘅，其實個團隊 OK， 咁啊係好好啦。咁我哋香港分公司就喺荃灣呢個 Plaza 88，OK， 咁就係26樓，OK， 好嘅。咁啊呢度咧就唔係對外開放嘅，主要都係一個 back office 嘅。咁啊另外咧我哋大阪辦事處啦 ，OK， 咁東京我哋都辦事處喎。咁東京咧其實咧因為係 Brian 咧，其實佢都係叫做買咗個 office 咧，就喺東京，就俾東京嗰啲嘅伙伴去用㗎，好正㗎成件事 OK。咁啱好搞笑喎，咁啱佢用嗰啲凳咧同我哋用呢啲凳咧一模一樣，連啲色都一樣喎。OK， 好似夾埋咁啊，其實冇夾過喎 OK。咁啊呢個就叫 Olive 啦 OK。好啦，咁而咧究竟 Olive 係咩公司咧？其實佢係有超過864個以上嘅專利嘅公司。我哋其實係間科技公司嚟嘅，我哋唔係一間健康產品公司咁簡單，只不過專注於健康科技先一開頭 OK。咁有專利即係咩意思啊？即係當然我哋自己有廠啦，我哋自己嘅嘢係自己生產、自己研發啦，唔係靠人哋 OEM 啦 OK。另外啦就咧，我哋已經可以運送到去143個國家，咁當然歐盟嘅好多唔同嘅認證都全部都攞晒，咁先至佢能夠去到見到咁多國家。所以其實咧，呢間公司由2022年嘅11月正式開始之後咧，去到而家咧，講緊每一個月嘅業績係超過5000萬美金。哇！咁都幾勁喎！喂，5000萬美金即係4億港幣喎，一個月喎。你諗下賣咩咧？主要就係賣呢部 P90嘅同埋呢個 P90 Plus 嘅一個產品，係咪啊？呢間咁犀利嘅公司，短2年幾時間可以做到咁嘅業績？我想問你個問題啊！嗱，我可能有啲人做過生意，或者有啲人咧打緊份工，嗰盤生意嗰間公司嘅生意都唔細嘅。你有冇見過一間公司，或者你有冇信心你自己開間公司2年之後你嘅營業額係達到1個月4億嘅？有冇信心先？係咪？如果你冇信心嘅話咧，咁即是話咧，呢間公司我相信你喺心底裏面都，喂唔係喎，有啲料到喎，咁即係一定係咩啊？個產品有料到先，個產品賣得出，其實而家資訊咁發達咧，啲人唔係傻噶嘛，係咪先？咁你上網查一查你就知喎，呢個 PEMF 呢部腳機係咪 PEMF 加呢個太陽嘅腳機對身體有咩好處，有咩幫助嘅咩？咁新加坡、馬來西亞分公司都有呢啲專利場嘅。咁其實咧，我哋嘅拳頭產品就係呢部啦，就叫咧 P90太陽兆人儀 ，OK。智慧人體理療儀亦都我哋有團隊會好有智慧，因為佢真係全方位將我哋身體嘅細胞提升，係咪好似 AI 咁樣樣？我哋咧嘅身體咧自己醫自己嘅。咁而咧其實呢部機嘅重點係咩啊？就係運用脈衝電磁場啊，嗱係磁力個磁，脈衝電磁場去向細胞提供有益同埋增進健康嘅電磁頻率。因為頻率咧係分有益同有害嘅，明唔明先？因為我哋身體行電啫嘛，咁頻率唔一定係有害噶嘛，頻率可以有益噶嘛，咁而咧所以啦，佢可以幫我哋啟動我哋細胞啦，增加氧氣攝取量啦，增加機體嘅自愈能力啦，以達到最佳嘅身體狀態嘅。讓我哋呢部機咧個重點就係做一樣嘢，係咪好簡單？其實唔係好複雜噶 ，OK。但係問題就係咧，一部咁簡單嘅儀器咧，竟然哇做到破紀錄喎！破紀錄喎真係！如果以組織行銷嘅公司嚟講咧，我哋呢間公司5000萬美金一個月嘛，係咪先？咁即是大約5-6億美金大約6億美金一年啦，平均 OK 6至8億美金一年啦。其實呢個數字等於咧係去到全球嘅網絡行銷公司當中咧嘅10幾位嘅，已經係好誇張㗎 OK。好啦，咁而啦，另外啦就係咧，我哋係用咗3年時間研發啦，亦獲得咗好多嘅歐盟嘅最高級嘅認證啦。所以呢部機2022年嘅11月開始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2019年已經研發㗎啦，用3年時間研發。其實好多公司咧，佢哋唔會花咁多時間去走去做預備期嘅，但係我哋公司係用咗3年時間預備，所以咧其實個老闆佢哋係非常認真嘅做事情，即係希望咧佢做咩啊？做一個護城河俾我哋，就係咧因為我哋研發中心喺瑞典啦 ，OK， 咁而咧我哋本身亦都有咁多專利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公司係想將個產品做到咧咩？
即係因為我同我老闆食個飯咧，佢話咧其實呢部機咧，即係唔好睇佢咁簡單，外表好容易抄，但係咧如果真正要抄裡面嘅咧，你冇翻8至10年抄唔到，明唔明啊？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能夠咩啊？做任何生意其中一樣嘢咩啊？做唯一獨一第一嘅生意，係咪啊？唯一你先能夠好易傾㗎嘛，係咪先？市場上有冇㗎？你同佢講冇㗎。你好夠膽同大家講冇㗎，市場上冇相對似嘅產品，因為咧純粹 PMF 嘅腳機大把，純粹睇一次嘅腳機都好多，又咩紅外線啊乜都好多，但係2合唯一嘅就冇，得 ODLive。明唔明先？呢個就係咧我哋嘅底氣嚇。咁另外我哋德國工廠咧有電腦設計啊、核心元件加工都有啦。OK。咁日本我哋亦都裏面個晶片咧係用日本嘅，亦都係咧用日本稀土嘅。咁我其實喺 Brian 嗰度咧，佢俾我哋睇咧就係一啲入口嘅一啲證書，就咧真係咧係有日本入口嘅晶片嘅。第一，第二就係咧富士康都有份幫手。OK。嗱呢個就俾大家少少知道。咁所以我哋中國組裝嘅。OK。咁所以啦，如果以組裝技術，你唔使問嘅，一定係中國最勁啦。因為連我哋偉大嘅 iPhone 係咪？我哋偉大嘅 iPhone 都係中國組裝嘅啫嘛，係咪先？邊度研發？美國研發，中國組裝咯。OK。咁所以係一定係最強㗎啦。OK。要中國食品你未必敢食，但中國組裝咧，其實真係唔使擔心。OK。咁所以咧，專利證書超過864張獎㗎。OK。咁而咧另外啦，我哋呢個 P90嘅太一磁性能源點解咁犀利？其實最重要咧，90%係佔咗咩啊？係 PEMF 嚟嘅，太一磁係佔1成嘅啫。真正主力係呢個 PEMF， 我哋係雙重能量功效加倍。咁但係咧，當然我都曾經咧嘗試問下公司，喂，其實個比例係點㗎？咁佢話個比例咧先真正係商業秘密，明唔明啊 ？OK， 佢用3年研發啲咩咧？就係研發點樣用高頻 PEMF 同埋高頻太一磁咧合二為一之後咧，係產生到對人體嘅協同效應做到。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效果，呢度先至咧係我哋需要知嘅。OK， 好啦，所以脈衝電磁場係咩嚟啊？其實係咧模擬咗地磁嘅能量嘅，模擬地磁嘅脈衝能量嚇。即係我哋地球咧其實係有個地磁嘅嘛，你知啊？有冇知道地球有地磁啊？知我 OK。咁我有啲地好多嘢，有個地方叫巴馬嘅地方咧，嗰個巴馬嘅地方嗰個地磁咧係比一般其他地方咧個地磁係高2.3倍。所以你發覺巴馬裏面有好多人係相對長壽好多㗎，有20幾個超過100歲人咧喺巴馬個生活緊嘅，係咪啊？點解？就係因為個地磁，明唔明啊？地磁 ，OK， 好啦，聚焦太一磁係咩咧？聚焦太一磁就咧呢種咧，我哋叫咧生命之光，就咧係遠紅外線嘅其中一種。咁而咧佢好得意喎，佢能夠同我哋身體咧產生一種共振嗰啲細胞，因為越健康嘅細胞咧都會自己發出太一磁呢個波頻喎 ，OK。即係話 BB 仔發出做到太一磁，但係你知我哋而家唔係1822啊，邊度1822啊？22千舉手，冇啊，係咪先？係咪？你係嘛？個思想1822啊，OK。咁我哋都唔係1822啦，係咪？咁即係話一定咧，我哋身體唔多唔少有啲毛病。如果越多毛病嘅話咧，你個振頻係越低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最主要太一磁就係去打翻太一磁去我哋身體細胞咧，去激活翻佢細胞嘅咩啊 energy， 好似充電咁，唔夠電啊嘛，充翻電，咁而咧身體就會自然去改善。最重要咩啊？係咩啊？安全冇害嘅，穿透能力高啊！呢個先重點 ，OK 啊？咁所以2合為一之後咧，就產生好勁效果啦。咁當然啦，本身 PEMF 咧呢樣嘢咧唔係新嘢嚟嘅，即係頭先呢個脈衝電磁場唔係新嘢嚟嘅。超過60年嘅歷史啦，亦都有超過過萬篇嘅文獻咧，去講解究竟 PEMF 對身體有咩幫助。但係本身點嚟啊？就係咧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去設計出嚟，去揾出嚟嘅。當時咧咁嘅，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咧？3個月前啦，就有太空人咧係上太空9個月之後落翻嚟啊嘛。有冇記到呢個新聞啊？喺美國嗰邊係咪運咗9個月嘛上面係咪？好啦。點知佢上去嘅時候黑頭髮㗎，落嚟嘅時候變咗白頭髮，行都行唔到啊！點解會咁咧？喂，明明有水、有陽光、有食物，仲有咩啊？有空氣喎，係咪先？人體4大元素有齊喎，點解都會咁咧？冇咗咩啊？地磁其實係冇咗地磁 ，OK， 就搞成咁，搞成咩啊？骨質疏鬆啦，肌肉萎縮啦，容易疲倦啦。血液循環唔好啦，咁啊頭髮咪甩咯，
頭髮咪少咯，或者頭髮咪變白咯，係咪先？或者哇身體哇好虛弱搞到，但係冇發覺咧，唔係淨係太空人嘅而家，香港地都好多人係咁喎，係咪啊？喂，由骨質疏鬆有冇先？有啊，有冇人肌肉萎縮啊？有啊，因為容易疲倦啊。你問你啲 OL 啊，係咪一翻工嗰下好疲倦嘅，唔知點解？哇！一落下班嗰下，話放工就哇舒服晒、精神晒，係咪啊？OK， 血液循環唔好係咪好多啦？即係有啲手腳冰冷嗰啲咁樣 OK 啊。咁所以其實香港人都好多呢咁嘅問題啊，所以 PMF 幫到你啊。OK， 好啦，咁但係咧好得意喎，PM 睇先 OK 嗱，咁所以本身咧 PMF 係點啊？就係、呢個叫脈衝電磁場療法咧，就係、本身係 NASA 咧去為嗰啲太空人咧去設計一種嘅科技，去幫佢咩啊降低骨質流失嘅問題啦，同埋肌肉萎縮嘅問題先嘅，初係咁嘅。但係後尾點啊？哇！發覺而家喂唔係喎 ，PMF 好堅喎，原來好多嘢幫到手喎。舉個例，組織創傷修復同埋再生，係咪？譬如你做完手術 ，OK， 嗱依家即係好似有好多人咧唔小心整親啊，做手術啊咁樣，或者好多人去整牙咁樣，咁啲都係手術嚟㗎嘛，係咪先？咁又係幫到你咩啊？幫你復合得快好多喎。OK， 呢個好緊要啦，即係我自己啱啱都整下眼啦，我都發覺咧，喂，我整完之後嗱，當然要個傷口咧唔滲血啦，跟住你就可以踩機啦。咁我發覺咧，哇，快好多個復合個速度。OK， 好啦，咁跟住咧。PMF 咧對治療骨質疏鬆都有幫助喎。有冇人有骨質疏鬆喺度？有啲人有啦。其實咁嘅，其實咁樣通常咧過35歲以上係咪嘅人咧，特別女士咧都比較多會骨質疏鬆㗎啦。特別中意飲牛奶嗰啲啊，中意飲牛奶嗰啲人咧特別容易骨質疏鬆嘅，知唔知啊？知唔知點解啊？因為牛奶裏面嘅鈣質其實係人體吸收唔到㗎，所以咧其實點啊？身體係需要更加多嘅養分或者更加 minerals， 就喺啲骨度抽翻出嚟咯，喺啲骨度抽翻出嚟咧，去中和翻奶裏面嘅酸性，明唔明？平衡翻身體酸鹼度。所以咧，其實飲牛奶嘅人咧係更加容易骨質疏鬆嘅，明唔明先 ？OK。不過而家有咗 P90嘅時候，唔照飲咯，啲相對我咁，我都飲奶茶咖啡㗎，冇即係你興趣嚟㗎嘛，你冇人即係。冇人完全唔飲㗎，咁飲完之後踩翻下機咯，OK OK。好啦，另外啦，對治療呢個神經系統嘅疾病都有幫助，譬如腦中風啦、帕金遜啦，非常之好啊 OK。咁又譬如我嘅有個 friend 咧，佢介紹咗個朋友，佢朋友個媽咪啊，即係好多啲 case，佢朋友個媽咪咧係中咗風嘅，2年前中風，半邊冇咗感覺，冇咗冷啦，冇咗熱啦，冇咗觸覺啦，已經2年啦已經。佢由3月中踩機，俾佢嘅擺部機俾佢媽踩啦，踩咗3個禮拜之後咧，佢阿媽話有翻感覺喎，哇，好開心喎，真係好勁喎！仲有好多中風啊、帕金遜嗰啲人咧，其實佢帕金遜即係震嗰啲咧 ，OK， 隻手會震㗎嘛。咁而咧，其實佢踩咗機之後，發覺咧冇個手震問題係改善咗好多。OK， 咁所以呢啲咧都係一個對神經系統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啦。OK， 係啦，咁另外啦 ，PMF 對眼部嘅疾病都有幫助，譬如黃斑部病變啦、青光眼啦、視網膜脫落等等都有幫助嘅。另外啦，對治療骨關節炎都有幫助。有冇人有關節炎呢度？有啲人有啦。OK， 嗱，基本上我先調翻轉喎，有冇人有啲周身骨痛先間中？有冇先？嗱，基本上咧，你有周身骨痛嘅話咧，基本上等於關節炎啦。只不過嚴唔嚴重咁解啫，係咪啊？只不過係咪類風濕嗰種咁誇張嘅啫 ？OK， 我哋將個手提電話叫做震機人鬼嚇。好啦，咁而咧另外就係咧對關節炎非常有幫助，所以好多人咧有痛症啊，嗰啲叫坐骨神經痛啊，或者係嗰啲叫椎間板突出嘅問題嚟話咧，其實好多時咧佢坐機咧，呢頭坐完機，本來諗住下晝就去做物理治療咧，坐完機咦冇咁痛喎。咦 OK 咗喎，好啲喎，係咪啊？所以如果有痛症人咧，真係不妨上嚟坐多啲嘅，試下無妨嘛，試下有機會啊嘛，唔試係咩機會都冇嘛，咁點解唔試咧？係咪先？咁所以真係咧用咗之後咧，好多人有改善，太多呢個，包括我媽咁啦，我媽當時咧佢咧2年前咧佢膝頭哥跌親膝頭哥裂咗嘅，咁裂咗咧4個月行唔到，4個月行唔到咁成日要我車去啦 OK。
後尾行翻之後咧，佢都冇力嘅隻腳。我同佢出街咧，佢要扶住我先行到嘅。咁後尾咧，我就上年11月啦，即係我上年10月去買呢部機㗎嘛。即係當時諗住自己用嘅 OK。咁而咧11月嘅時候，我就買埋俾我媽啦。咁我媽咧好搞笑喎，用咗3日啫喎，跟住打俾我，喂阿仔，呢部機得喎，黑科技嚟嘅喎，即係我媽都 talk 得㗎嘛。咁跟住咧佢即係我67歲嘅。咁又嚇點黑科技化？即係我都唔知咁勁㗎嘛。我嗰時都未好詳細了解嘅，老實講。咁佢話得，即係點得咧？佢話喂唔係喎，上樓梯嗰啲膝頭哥嗰啲冤痛冇晒喎，踎低起身喂 OK 喎，有翻力。你知咧啲老人家咧，你有時你行路浮㗎嘛，即係佢講個浮，我唔知點浮法啦。OK，我暫時比較重嘅，即係浮我唔知點浮法。咁但係佢話即係好似行路要好似好就住咁樣嘅。咁但係咧佢話而家唔係㗎，而家我見佢行路哇健步如飛㗎。帶埋佢去新加坡啊，去埋廈門考察咁樣咧，喂 OK 啊，可以做啊，喂一做得 OK 咁樣，咁所以係對關節骨質嘅問題好有幫助。另外對脫髮都有幫助。咁當然我呢個試緊啦，呢個可能未來唔知幾多年後話俾你知 OK 啊。咁即係當然我都冇乜期待 OK。咁但係對於一啲急性脫髮有幫助嘅。即係有啲係急性脫髮，係免疫嘅問題脫髮㗎嘛，咁都有幫助。好啦，另外咧對治療糖尿病啦等等都有幫助。糖尿病嗰啲 case 都好多，之前有晒報告㗎。咁我哋其實有個叫做有個群組咧叫做見證群嘅。咁你可以得閒就上去睇下，我間中去 update 下啲新嘢，間中 update 下新嘢，咁你可以上去睇啦。OK。另外改善微循環，咁其實我哋而家已經有咗部微循環機到咗，不過未得閒用啊，未得閒試咁樣，我有機會可以開俾大家試啦。咁咧你做之前 check 下微循環，做之後再 check 下你無名指度嗰啲微循環，喂啲血行得行咗喎，勁咗喎 OK。佢話唔係咁清楚。阿 Siri，唔該晒 Siri OK 啊。好啦，咁另外仲促進血管再生啦，預防心血管問題啦，譬如啲血壓高啊、三高嗰啲人咧，基本上你用呢部機咧係接近100%有改善。有冇咁誇張啊？嗱，記住佢唔係醫你個病啊，因為呢部機記住佢重點係咩啊？係咧令到我哋身體咧嘅治癒能力提升，而咧你身體自己醫自己啫。明唔明個概念先 ？OK， 所以我哋唔係醫病，但 PMF 本身係有一個咁勁嘅好處啦。另外就咧係促進癌細胞失活同埋壞死。呢個緊要喎，係咪啊？我咧啱啱喺台灣翻嚟啦，咁我其實新加坡見到佢啦，跟住台灣又見到佢。咁呢個小姐姐73歲，73歲啊 ，OK。咁而咧佢咧由40幾歲咧患咗超過6種唔同嘅癌症，由40幾歲開始啊 ，OK。做化療啊，做癌症治療超過6次以上。咁而咧佢3個月前佢接觸咗 P90 Plus， 即係嗰部大機啦 ，OK， 即係第一部呢部大機啦。佢踩咗3個月啫，3個月。跟住去醫生就 check 翻咧，佢癌指數完全冇晒，好勁喎，知唔知啊？好誇張呢件事 OK。咁即係當然對於我哋讀開治療法嚟講咧，其實一啲靚嘅supplement啊，各方面你食得好啊，各方面都係做到嘅。但係呢部機快好多，佢甚至乎幫到你食開啲靚supplement嘅話，可以增加你吸收率達到2至3倍。所以你用同一個份量嘅supplement咧，可以產生2至3倍嘅效果，喂都抵晒啊！係咪先？大家你有冇食開supplement喺度？都有食開supplement㗎嘛，即係唔多唔少都會食啦，係咪先？你食埋一supplement，再加埋呢部機，哇！真係事半功倍 ，OK， 會升仙嘅可能。好啊，咁另外啦，就係有冇人需要減肥呢度？哇！真係應該好多人都想減下肥啦，係咪先？整啲拜拜肉㗎呢啲咩 ？OK， 咁嗱，減肥咧好多人咧都有效果喎 ，OK， 咁譬如好似我自己啦，我自己咧好似都啲好多年冇見嗰啲 friend 咧，即係可能幾個月啊或者半年冇見嗰啲 friend 咧，就話我瘦咗嘅，日日見嗰啲人講啦 OK， 咁我冇見嗰啲，喂火哥喂，你消減咗喎 OK 喎，冇咁泡喎，之前咧嗰啲面圓啲啊，即係泡啲嘅，而家係叫做即係緊緻翻少少啦 OK， 嗱我就冇用嗰個咩，我就未用嗰個嗰啲美容儀我未用㗎，咁但係都係有幫助，因為男士嘛係算啦咁但係咧對減肥真係有幫助，點解啊？好簡單嘛，你身體血液循環好咗，你嘅 metabolism 即是新陳代謝咪好咗，新陳代謝好咁即係點啊？喂，消水腫咯，
燒內脂咯，係咪好咗啊？就係咁簡單咋。所以咧，其實呢部機真係咧，哇！即係咩都幫到手啊！特別中意減肥啊 keep fit 嗰啲 OK 嚇，做 gym 度，因為咧，我譬如好似我咁啦，我發覺我本身自己冇咩大問題嘅身體，其實即 touch 嗰度，因為我22、23歲開始已經 keep 住食濕血為用 OK， 23歲到而家都 keep 住有食。咁但係咧好得意喎，運動就唔多嘛問題。嗱，我平時揸車嘅，但係有時我都唔揸車嘅。我會咩搭巴士嘅走去，因為我樓下有個巴士就直接去到新港中心樓下嘅 ，OK 係好方便啊。咁你離遠見到100米有架車有個巴士啊，喂連唔追你就等10分鐘嘅，咁你追唔追咧？梗係追啦！你跑完之後會點啊？一上車個哇，好攰咁噶嘛，係咪先？但係咧我發覺咧近排啊，其實近排應該2個月前嘅。即係近排都冇搭巴士。2個月前咧，我再追咧，我發覺咦我冇咗嗰種感覺喎！即係追完之後都係100米㗎，但係咧冇咗嗰種氣喘啊嗰種感覺，好明顯你身體咧嗰個嘅帶氧量啦，你血管嘅帶氧量啊各方面提升咗，係咪？喂，我明明冇做多咗運動喎，係咪？但係我就記得我做多咗部機啫，一部機你坐30分鐘等於咩啊？等於做咗2個鐘嘅運動。跑步8小時幾咩啊？按摩正唔正？都幾好喎，全身幫你細胞運動，喂咁都要不得了，你驚係咪先？嚇咁所以話 PEMF 係屬於叫我哋健康嘅第5元素。嗱記住啊，PEMF 療法唔係治療疾病啊，但係啟動人體嘅治愈嘅能力，呢個先最重要，係個身體自己醫自己啊 ，OK， 記住呢樣嘢 OK。咁所以話嗱，你知咧，以前咧好多時咧，我哋用呢啲叫 PEMF 機嘅，以前不嬲都有嘅。其實 PEMF 唔係新嘢啊，講緊係60年啊嘛，所以美國已經有㗎嚇，甚至乎咧其實以前醫管局曾經想引入 PEMF 嘅機，不過用咗一排之後就發覺咧，哇性價比太高，賺唔到錢，所以就唔用啦。即係醫管局賺唔到錢啊，係咪醫院賺唔到錢？佢太平，但係效果太好，喂咁嗰啲藥點賣啊？係咪先？係咪先？嗱，醫管局諗呢啲嘢 OK 嚇，咁所以就冇辦法就唔引入啦。咁所以啲人咧就去咩？好多人飛去美國嗰度咧，去啲 PEMF 嘅診所去做嘅。咁一般嚟講咧，做一次幾錢咧？平均啊，大約150蚊美金一次，30分鐘 OK。哇，都唔簡單嘅喎。即係話咧，而家咧各位新朋友，你踩緊呢部機嘅時候咧，你係價值150蚊美金呢半小時，係咪啊？真係嘅喎，係啊，因為咧佢哋都係咁樣瞓喺度啫嘛，瞓入去啫嘛，只不過你坐喺度啫嘛，係咪？咁而咧呢間公司勁咗咧，佢用科技嘅力量咧，去將 PEMF 同埋太一磁力擺落一部咁細嘅儀器裏面，仲可以帶翻屋企，係咪啊？喂，你淨係唔使搭車啊，唔使搭飛機啊，走遠啦，係咪先？你可以喺屋企享受到 PEMF 嘅療法喎，係咪？呢個不得了嘅成件事都 OK。好啦，咁而咧最重要咧，幫我哋細胞充電。呢個先最重要，咁我哋身體 energy 高咗點啊？人都開心啲啊，係咪先？有啲人咧好正啊！啱啱我見到啲相咧，佢哋咧打牌都走去坐住部機，能量高啲係咪 ？lucky 啲係咪？派福牌即係用呢啲食糊係咪？咁 OK 好啦，咁大家可以試下㗎，即係如果有打開，我就冇打嘅 OK。嗱 P90 係咪 P90 係咩啊？係由將呢個 PEMF 同埋太一磁嘅 energy 咧嘅能量咧。係由腳底嘅穴位傳送到全身，所以點解咧佢用腳底開始咧？唔係用即係呢部係腳機，唔係手機咧，唔係頭機咧，唔係胸機咧，係腳機咧，係咪？因為腳裏面係咩啊？最多咩啊？穴位，大家做到佢哋按摩㗎啦，係咪？有冇人做下？哇好痛咁樣，有冇？有。有。點解啊？點解先？因為咧，哇！一撳到呢度，哇！你個胃唔好啊，一撳到呢，喂！你個頭有啲問題喎，鼻嗰度嘅，係咪啊？咁噶嘛，因為咧腳底有好多嘅咩啊反射穴位嘛，即係痛即不通，不痛即痛，明唔明先？痛即不通，不痛即痛，所以你痛嘅話，即係話你嗰個臟腑係有啲穴道上嘅問題。咁但係呢部機就咩啊？讓身體通起嚟，明唔明先？通翻晒呢啲位，咁你無論氣血啊、血管啊各方面嘅循環都好嘅時候，身體自然就好。所以啊，血液循環好咩啊？95% 嘅病自然就會好噶。
明唔明先？記住呢個概念 ，OK。另外就係咧，身體超過39.9度嘅時候咧，其實癌細胞就會死㗎 ，OK。咁另外一個概念就係身體我想問下你大家坐緊機嘅，你可以試下用隻右手而家試下用隻右手擺落去腳眼呢個位，摸下腳眼嘅位，係咪好熱啊？係咪好熱啊？有感覺係咪啊 ？OK。但係摸下塊板啦，塊板冇熱嘅喎，係咪啊？即係話個熱力唔喺塊板度傳上嚟嘅喎，係咩啊？係 PEMF 同太一池令到你身體血液循環咗，係你隻腳而家有咩啊？哇！個循環好勁啊，明唔明啊？咁樣嘅概念，所以咧，你知唔知你嘅身體特別係骨裏面咧，如果能夠提升1度嘅話咧，其實你嘅免疫力就會增加50個倍。其實個概念就咁嚟嘅。所以點解咁多人咧用呢部機，哇個改善得咁快咧？就咁簡單。即係當然唔係單純靠熱咁簡單啦 ，OK。但係熱係其中一個方案 ，OK。好啦，咁而咧仲有FDA 咧都有講，其實 PEMF 有好多認證啊，但係咧其中有咩對抑鬱同埋焦慮有幫助喎，即係話情緒病都得喎，係咪情緒問題都得喎 ？OK。嗱，其實情緒問題好多時都係你身體嘅問題，身體問題導致情緒都有問題㗎。其實都會咁嘅 ，OK。我哋平時即係我都係一個 NLP trainer 嚟㗎嘛，叫身心語言程序學啊嘛。咁而咧其實咧你身體同你嘅心靈嘅思想嗰方面咧，其實係連接㗎，係咪啊？咁所以如果你身體唔好，你自然就咩啊？會分泌唔好，係咪？嗰啲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有啲人咧情緒唔好咧，都係一啲你身體嘅內分泌出現問題先導致咁啊嘛。但係佢調整身體內分泌啊，個腦下垂體嗰方面分泌嘅嘢咧，跟住咧你自然嗰啲嘅情緒問題就會好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如果咧你出街之前覺得嗰日有少少唔開心啊，唔知點嗰啲咧，唔好出街住，踩完機先 ，OK。踩完機哇舒服晒啦，你先出街開心翻 ，OK。增加翻啲能量先 ，OK。整走晒啲唔好嘅 energy，OK。好有幫助嘅真係 OK。呢個咧比濕條紋更快，話俾你知。即係濕條紋都未必咁誇張，濕條紋都要靠自己消化啊嘛。喂，呢個係外力嚟㗎，明唔明啊？由外面增加翻 energy 呢個幾好啊 ，OK。成件事 OK。咁所以亦都有 CE、CB 等等認證都有晒啦 ，Intertech 嗰啲全部啲安全認證啦。咁而啦，譬如好似 CB 咁啦，我哋係有國際電工委員會都認證嘅。嗱，如果一個產品同時攞到 C 同埋 CB 嘅話咧，其實係非常勁嘅，即係佢起碼好着重產品安全先。有可能喂得唔得㗎？部機有冇咩電磁波等等啲？佢就算有電磁波都係好嘅電磁波嚟嘅 ，OK， 係幫到你咩身體改善嘅 ，OK。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啲嘅歐盟認證。所以點解我哋能夠運到去143個國家就咁解啦 ，OK， 能夠運到143個國家唔係簡單嘅一件事，因為特別咧一啲嘅我哋叫做電子產品咧唔係咁容易入到口嘅 ，OK。咁當然啦，咁好嘅嘢會點啊？一定有人抄啦。講到明係咩啊 ？Olila 同款喎，點解係 Olila 同款咧？係 P90 喎，P95都有喎，勁喎，係咪？你知唔知點解我哋叫 P90嘅啫？知唔知啊？其實 P90係個研發代號嚟㗎 ，OK。我哋其實有 P1 至 P89代嘅，係去到 P90呢一代咧先至做到咩啊？先做到呢個咁勁嘅效果 ，OK， 咁樣嘅。咁所以呢個研發好緊要，但係咧佢哋就抄咯。唔知嘛 ？P90 啊、P95啊、P100啊，咩都講齊 ，OK。咁仲要最搞笑喎！當你去評論嘅時候咧，你睇翻咧，喂，送翻嚟嗰部機唔係嗰部機嚟㗎，唔係嗰個樣嘅喎，圓形喎變咗 ，OK。咁有啲咩啊？有啲仲要咩啊 ？P100啦咁樣，哇！即係起釘嘅喎，即係唔係嗰啲嘢嚟喎。咁所以咧，其實咧，淘寶咧嘅嘢咧。究竟個質素係點咧？真係冇人可以知嘅。咁佢就重要喎，呢啲淘寶貨有冇 PEMF 咧？就肯定冇嘅，唔使諗啦。OK， 係因為 PEMF 咧唔容易整出嚟嘅，呢第一。佢仲要 PM 同埋鈦一池二合為一就更加冇啦。OK， 即係好簡單啫嘛。你可以去淘寶買，你會有人去淘寶買 iPhone 㗎？有人會去淘寶買 iPhone 先？應該唔會係咪啊？點解啊？點解唔去淘寶買 iPhone 啊？係咪假㗎嘛？有機會，喂個樣一樣㗎喎，但買翻嚟點啊？篤一篤，咦？喂唔係嗰啲嘢嘅，咁窒嘅係咪？咁你知買咗假嘢啦，係咪先？咁所以點解咧？如果你真係買真嘢嘅，真係問翻專門店係最好嘅，即係好似因為
好似 iPhone 咁，點解我中意用 iPhone？因為喂佢真係冇人抄到啦，好多嘢都即係個技術超前咗人哋幾年啦。OK，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中意用 iPhone 就咁解啦。即係當然啦，每個人有佢嘅喜好唔同啦，但係佢成個生態非常好。所以 OnlyLife 咧佢都係做生態嘅，係幾個健康生態。咁甚至乎啦，我哋本身有埋500萬嘅產品責任保啦，即係500萬馬幣咧，即係1000萬嘅港幣啦。OK 嘅產品責任保，所以咧其實咧好多人咧都好有信心去用。當然 touch wood 做咩咧？暫時未有人去 claim 呢保險嘅，係咪？即係話大家用呢部機，喂都覺得喂有料到喎，勁喎，正喎 ，OK 嚇，個安全非常好。咁就嗱，我哋用1分鐘時間去睇一睇咧，究竟呢部機去能夠幫到大家啲咩先嚇？因為咧我覺得呢套影片咧1分鐘已經講晒到精華啦 ，OK， 你俾大家睇睇先嚇。OnlyLife 太赫兹照能仪。应用被称为生命之光的太赫兹光波和正弦波生物共振技术，模拟地球的自然脉冲电磁，运用自然温通疗法，通过每秒1兆次的频率，从足底将能量波均匀导入人体，让细胞间产生磁场，有效改善机体微循环，加速细胞运动，分离粘连的红细胞。打通人体淤堵部位，使氧气、养分有效到达身体的各个器官，为机体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改善炎症、疼痛，防止癌症发生。OnlyLife 太赫兹照能仪所释放的电子可以轻松进入细胞内，中和体内引发疾病、破坏细胞的自由基，使功能紊乱的细胞重新排序。进而帮助修护受损细胞，促进新陈代谢，改善睡眠障碍、骨质疏松、软骨磨损、糖尿病、帕金森等多种病痛，从根源上解决人类亚健康问题。OnlyLife 太赫兹照能仪，创新便捷式的脚踏能量传导方式。通过足底穴位对应身上的5脏6腑，使体内正负离子构成的水分子快速旋转生热，在细胞中产生内生亚高温热效应，促使人体深部热循环，从而快速改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提高人体免疫力，延缓衰老。由下而上，由内而外，从细胞到机体，真正激活细胞，让身体通起来。OnlyLife 太赫兹照能儀，生物理療、科學養生，為健康續航。生物理療、科學養生啊，為健康續航啊。咁所以最重要記住就係讓你身體通起嚟嘅啫，呢部機。咁而咧通則不通，不通則通啊。OK， 咁啊非常簡單啦。咁而咧另外咧，我哋呢個 ODC 大會咧就有每年嘅7月份咧，咁我哋 OnlyLife 咧都會好似啲華為啊、Apple 啊咁咧，佢有個叫發明家大會嘅，就係咧因為我哋都係一間科技公司啊嘛，咁佢會講解咧未來呢1年裏面啦，我哋會有嘅新產品係啲乜嘢嘅。咁以我所知咧，嚟緊7月22至24號咧就會呢個 ODC 大會啦。咁而當嚟緊都會有2至3款嘅新產品會推出嘅，哇！呢個勁啊，呢個真係。咁啊好聽講就話咧，如果推出咗呢樣新產品之後，哇不得了喎！可能咧會有好多嘅業績出現 ，OK 好啦，咁啊我哋拭目以待啊！咁而咧啱啱上年嘅時候咧就出咗呢部嘅叫 G1 眼機，咁呢個 G1 眼機咧就咧對眼睛非常有幫助啦。咁而有咩幫助啊？就係咧用生物科技去守護眼睛嘅健康 ，OK。咁而咧佢係全世界第一間公司將 PEMF 擺落眼機裏面嘅。咁喂，火哥眼機大把啦出邊係咪先？咩 OSIM 啊，咩網上都大把啦 ，OK。點解要用呢個咧？因為呢部眼機唔係單純啲按摩機嚟嘅，佢係全世界唯一一部咧係將 PEMF 發落去啫。所以咧佢呢個眼機除咗按摩功能之後咧，佢左邊同埋右邊兩位咧係會發出 PEMF， 我哋叫舒曼波，去幫助整個嘅眼球啦嘅肌肉啦去做舒緩啦，做佢嘅微循環會更加好啦。再加埋佢對腦部都非常之好喎。OK， 咁而咧如果你有因為嗰個嘅眼機裏面咧都有一個嘅我哋叫做磁石一粒珠嘅。其實當你開咗眼機之後，你擺落嚟咧係會震嘅，係咪啊？
OK， 如果有啲人用過眼機就知啦。OK， 擺粒珠喺度咧會震㗎，即係證明咧係發出緊 PEMF 嘅。OK， 咁樣嘅。好啦，咁而咧重點嘅就係咧，佢仲要低頻油壓啊、42度溫度啊、超視覺啊，呢個超視覺都好有幫助㗎。就咧你見咧，你戴咗眼機咧，其實有窿窿去望出嚟㗎嘛，係咪先？可以望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咧對呢個嘅眼睛嘅肌肉嘅修復係好有幫助。因為你當佢望出嚟嘅時候，你不斷對焦、不斷對焦、不斷對焦嘅時候咧，其實鍛鍊緊你眼球 ，OK 嚇。咁而啦，當然啦，即係呢個 PEMF 對咩啊？黑眼圈啊、眼嗰啲紅眼症啊、青光眼啊、白內障啊等等都有幫助啦。好似我依家咁啦，我相信有啲人知道我係即係我有戴眼鏡㗎嘛先，我戴眼鏡啊嘛。但係其實我係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好着重眼睛健康㗎，所以其實我係近視、遠視、老花、散光都冇。都冇 ，OK， 都冇 ，OK。咁即係你其實要平光鏡㗎，即係純粹係裝飾下，因為冇頭髮嘛，咁啊戴翻個眼鏡啊，即係裝飾下咁 OK。咁但係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嘅產品啦，去幫到好多人啦。因為譬如有啲老花啊嗰啲咧，戴咗之後，發覺改善咗喎。有啲咧係戴咗2個月咗啦，佢嘅近視由68度減到500度都有 ，OK。所以你當然啦，即係你可以用戴耐啲啦，即係舉個咩意思啊？即係譬如你一日15分鐘一次㗎嘛，你可以每1個鐘戴一次都得嘅，啊，每1個鐘戴一次都得。呢個就唔限次數嘅 ，OK， 唔限次數，你只不過1個鐘戴一次就 OK 㗎啦。咁你好舒服嘅已經 OK。有啲人戴住嚟瞓咗覺㗎 ，OK。今朝我哋先同個朋友去戴咁樣，佢戴下瞌着咗，睇住瞌着。因為舒曼波係能夠舒緩神經，明唔明？個 PEMF 啊係可以舒緩神經嘅呢個超低頻 OK， 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產品咧，係幫到你。因為咧好多人佢未必着重自己嘅健康，覺得即刻要改善，但係當你有眼蒙嘅話點樣啊？眼蒙就會即刻走去睇醫生喎，睇眼科醫生㗎啦，係咪？因為咧冇人夠膽講自己隻眼唔退化，連而家講緊啲10幾歲啊、幾歲大嗰啲即係8至10歲大嘅小朋友咧，都會咩啊？戴近視啦，或者戴遠視啦，係咪有眼疾啦？所以其實咧，呢個眼睛嘅市場係非常之大嘅。OK， 好啦，咁當然啦 ，PEMF 對眼部嘅疾病都當然已經有好多認證係有幫助啦。咁所以有呢啲唔同嘅方法，仲要咧對黑眼圈都有幫助嘅。有冇人中意有黑眼圈？請舉手。中意黑眼圈喎，飲到你哋 OK。嗱，其實咧有冇人唔想有黑眼圈㗎？係先嗱，個個都舉手嘅OK， 記住。咁所以咧，我間中玩下大家講下笑啊。咁改善黑眼圈非常有幫助嘅，眼袋眼圈咁樣。譬如頭先有 friend 啱啱經過嘅，咁佢咧幾年前我識佢嘅時候咧，佢眼袋都幾勁，但係而家戴咗眼機2個月咧，個眼袋冇咗，係咪？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問翻頭先經過嘅 OK 咁另外我哋屬於叫健康小家電，咁健康小家電當然唔係淨得眼機腳機啦，我哋仲有好多機嘅嚟緊都機。好啦，咁當然我哋亦都有。